蚊类变得好多哦。啊？什么啊？哦，我说蚊类就是蚊子。彤彤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不止蚊子多，还有蚂蚁耶。有捏拱，拱？什么拱啊？捏拱就是蚂蚁，捏拱。哎呀，有人咬我，是谁？是谁呀？哦，我看可能是捏拱咬你哦。我们家怎么有这么多蚂蚁呀？对啊，奇怪了，之前都没有。这些捏拱是从哪里跑来的？这个，哎呦，是谁把没有吃完的东西放在这里啊？难怪有那么多捏拱。是亮亮。真的是亮亮吗，小咪？是你对不对？捏拱蚂蚁，捏拱蚂蚁。等一下，小咪，这个不能吃。为什么啊？你没看到上面都是捏拱吗？哎呦，彤彤姐姐，这是黑芝麻啦！是芝麻，不是捏拱哦。那我喂你吃。蚊内蚊子，蚊内蚊子。怎么这么多蚊内啊？树山留情！为什么要对蚊内手下留情啊？因为那也是很珍贵的小生命，我们要爱惜它。那这样小蜜你就留在这里喂蚊内，我先走了。一起陪我啦！大家要常常打扫家里，保持家里的干净，这样子才不会有蚊内跟捏拱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来聊。